好多人以為我白頭髮係飄翻嚟㗎，其實我12歲就已經開始有第一條白頭髮，所以好後生嘅時候就已經俾人哋叫 uncle 或者叫阿伯㗎咯。但係我冇介意啦，有乜好介意喎？因為我覺得 this is me 咯。只不過以前染頭髮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太多化物品啊，唔係好舒服啊，所以去到後來，我由得佢繼續白落去咯。直到今年53歲，我開始諗，如果可以有一個方法更自然、更安心嘅話，我仲想唔想再試呢？卒之，我遇到 Medicine， 我唔係想變年輕，我就係想俾自己狀態好一啲。53歲嘅一年，我俾自己做多一個更好嘅改變。你不嬲認識嘅白髮 KK，而家唔同咗咯。